先輩，我講按摩好啊。我師傅講吼，10歲當然睡眼條，所有的權利，班長你都有啦。我是吴念煊，我在《星空下的黑潮岛屿》饰演的是邱永贵。報告長官，我不會。土崽子，在这里說你會，你就得會。邱永贵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执念的人，相对于其他比较有知识水准比较高的，那他们对于一些决定还有看事情的角度都会非常的宏观。那像邱永贵就是非常的直线线条，他会觉得，这个该做就该去做。一條過去對佢嚟講，輕鬆當重要。阿貴有趣的地方是，他是我們劇中純真的眼睛。他來自一個農家子弟，他自己是一個廚師，會打拳，認識的字不多，但卻因為讀書會的關係被人家抓進來。其實相對而言，他當時在農村所居住的生活環境，搞不好比新生訓導處要來得糟。也等於是說，他入獄之後，他過的生活，搞不好比他之前在農村過得要來得好。但他卻沒有因為這樣子就感受到，我就不想回家。在裡面，他從一張純潔的白紙，慢慢的背着一群醫生，耳濡目染去學習到，他開始學習識字、學英文，甚至學到一些做人處事的道理以及復原的風骨。所以我覺得阿貴是一個非常純真的存在。對於他來到這個環境是最好的，但也是最不好的，因為他需要重新來過去學習大家已經經歷過的事情。那他學習的經歷的成果，那就很像是一個小孩子，然後進到一個複雜的社會，打亂所有的認知，重新認識到什麼是人性。那我其實怎麼詮釋的方式，就是讓自己任何事情都是從零開始去觀察、去學習。我就很真情的去不懂的去看，不懂的去問，就沒有帶有任何雜念的去參與這個角色。就是因為這部戲讓我去學習，再去考試，這樣起碼自己以後不會餓死，就可以東西給自己吃。因為邱永貴角色背景的關係，所以他是一個非常會煮飯，跟媽媽學的，所以借由這個機會，我去報名了相關的課程，也考到廚師丙級的證照，所以差不多1個多月的時間，真的是不停的在煮。每次上課或在考試或在自己練習的時候，我都是以邱永貴的心態去學習，讓自己可以更熟悉自己做菜的熟練度，包括已經熟練到可以很快的速度切，但是很熟練的這樣跟大家對話再切，這樣就整個變得是很自然。就很像阿貴一樣，我也是對家人有非常濃厚的依賴。那他是很突然的離開家裡，因為自己會有很多的移植還有代入，會有很多重要的時刻，很需要家人的時候，但家人沒辦法及時出現在我身邊。不管是在離開家鄉的地方，又或者是某一些重要時刻、重要的節日，我都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情。所以我那時候一進去坐到那邊的時候，因為已經自己煮完湯圓，我回來到這邊，我那麼希望看到家人們，但卻只剩下我一個。我不知道，那時候就覺得自己好孤獨、好可憐。想到從此之後，我就要一個人自己這樣生活，我也不知道家人去哪裡。那個空間、那個環境，還有那碗湯圓，那熱湯圓就很好吃，但是我卻吃着每一口都難以下咽。我很怕我一直吃的時候，很怕自己對於家人這些回憶還有思念會越來越淡。如果回到家裡是這樣一個人，我當然會想要回去到監獄，因為這麼長時間相處，我們經歷過這麼多事情，我們大家早已像家人一樣。但我回到家裡之後，可能不會再選擇回去了，因為我是帶着大家活的希望，
替他们继续活下去，即使遇到很多事情困难。